如果一間接近600平方尺嘅住所，可以因應你嘅需要，靈活變成睡房、客廳或者工作室，你會點樣設計呢？今日就帶大家嚟參觀呢一間位於 Mount Pleasant， 步行大約5至10分鐘就可以到天車站，鄰近有 Olympic Village、Fort Street、海濱公園同埋 Science World 餐廳同埋日常購物，真正將城市便利同埋海濱嘅生活結合喺一齊。Second and Main 於2021年落成，由 Create Properties 發展 ，Urban One Builders 負責興建，係一座樓高12層，合共有233個住宅單位，現代化嘅混凝土大廈。地址係628180東二街溫哥華。大廈以玻璃外牆、階級式嘅建築線條、公共廣場以及綠化天台為設計特色，將現代嘅都市生活同埋社區活力結合起嚟。一入屋咧就可以感受到寬敞嘅感覺，冇狹長嘅走廊浪費空間。入口、廚房、飯廳同埋主要嘅生活區自然連接，令到596平方尺嘅每一寸空間咧都更加實用。單位亦都配備冷氣，以及套洗衣機同埋乾衣機，充分照顧現代化生活嘅舒適同埋便利。廚房採用簡潔現代嘅開放式設計，配備一系列嘅歐洲品牌家電，包括 Liebherr 嘅雪櫃以及 Porter and Charles 內置焗爐、洗碗碟機同埋電磁爐，亦都係洗衣設備咧就用 Boombeur 前置式嘅洗衣機同埋乾衣機。根據業主咧提供嘅資料，電磁爐由入伙至今從來未用過，而洗碗碟嘅都只係擺放碗碟，因此保養狀況係非常理想。業主當初咧係特別選擇咗唔設有固定嘅中度，令到廚房同埋飯廳嘅感覺咧更加開揚，生活日常同埋家具嘅擺放更加具彈性。你可以按照嘅需要擺放正式嘅餐台、工作台或者活動式嘅中度，令到接近600平方尺嘅空間可以配合唔同嘅生活階段，靈活改變。呢個單位最有特色嘅就係玻璃間隔嘅設計，既可以保持自然光線嘅流通，亦都減少傳統實牆帶嚟嘅壓迫感。趟門一打開之後，可以連接主要嘅生活區，令到空間更加開揚。關上門之後咧，就會形成有私隱嘅獨立空間。呢個靈活空間更加配備咗 Murphy bed， 可以按照實際需要用作睡房、家庭辦公室或者舒適嘅生活區，特別適合重視空間靈活性嘅首次置業人士或者年輕夫婦。正式嘅睡房佈局簡潔實用，玻璃趟門關上嘅時候咧，可以提供舒適嘅私人空間。趟門打開之後咧，視線可以伸延至主要嘅生活區，令到整體嘅感覺更加開揚。單位向西，午後嘅自然光充足，加上玻璃間隔同埋開放式嘅佈局，為重視採光同埋空間嘅靈活性，同時想住宅容易打理嘅買家提供實用嘅平衡。另外，單位仲設有約10尺乘4尺闊嘅多功能書房或者儲物空間，既可以佈置成為獨立嘅工作間，將工作同埋生活空間分開，亦都可以用嚟收納行李、季節用品或者其他家具雜物，靈活又實用。採用簡潔現代嘅設計，浴室設有浴缸連埋淋浴嘅設備，浴缸旁邊設有內嵌式嘅牆身置物架，方便擺放洗頭水、沐浴露同埋日常用品，令到浴室保持整齊又美觀。浴室亦都配備有石英石嘅台面，風格同埋單位整體嘅裝修咧保持一致。單位設有私人嘅露台，面向較寧靜嘅一邊，而唔係主要嘅街道。向西嘅位置咧帶來充足嘅午後自然光，令到戶外嘅空間感覺特別舒適。Second plus Main提供一系列配合現代都市生活嘅住客設施，當中包括健身室、設有廚房嘅住客休息室同埋派對房、天台嘅露台同埋戶外嘅壁爐休息區，以及燒烤嘅設施、綠化嘅天台同都市種植嘅花園。呢個單位係包括咗一個嘅地下停車位，但並冇嘅獨立儲物櫃。大廈亦都有單車嘅儲存空間，對希望減少揸車嘅住戶特別實用。
日常生活配套方面，附近有 Save on Foods、London Drugs 以及其他生活嘅商店。Kingsgate Mall、Costco 同埋溫哥華華埠都只係幾分鐘嘅車程，由日常買餸、藥房服務到家庭用品同埋亞洲食材都可以輕鬆揾到。對於生活節奏比較忙嘅住戶嚟講，唔使樣樣都要揸車去到好遠。呢份方面真係日日都感受得到。飲食選擇亦都係呢個地區嘅一大優勢。附近有 Craft Beer Market、Tap and Barrel、and Look 以及 Mount Pleasant 各種嘅咖啡店、特色餐廳同埋精釀嘅啤酒廠。無論想食週末嘅早午餐、品嚐國際美食，定係去 Fourth Street 海旁一邊欣賞景色一邊享受美食，附近都有相當豐富嘅選擇。由單位步行幾分鐘就可以去到 Main Street 嘅 Science World 天車站，附近亦都有3號、8號同埋19號嘅巴士，方便前往市中心、South Vancouver、Stanley Park 同埋 Metro Town。前往 UBC 嘅可以乘搭84號巴士，夜晚亦都有 N8 同埋 N19嘅夜晚巴士嘅服務。如果你喜歡戶外嘅生活，附近有 Fourth Street Scenery、Woodside Park 同埋 Olympic Village 嘅海濱，無論散步、跑步、踩單車，定係去 Woodside 嘅社區娛樂中心做運動，都非常方便。Science World 亦都近在咫尺，讓你享受市區便利之餘，亦都唔需要放棄海濱、公園同埋戶外嘅生活。而根據目前提供嘅學區資料，英語公立小學嘅校網係 Simon Fraser Elementary， 中學校網係 Eric Hamber Secondary， 而法語課程中學就係 Kitsilano Secondary。如果要總結呢一個單位嘅7個主要優點，第一，位於充滿生活氣息而且交通方便嘅 Mount Pleasant；第二 ，WASCO 高達100分，大部分嘅日常需要都可以步行解決；第三，距離 Main Street 嘅 Science World 天車站大約5至10分鐘嘅步程；第四，玻璃間隔嘅空間可以因應生活嘅需要，靈活用作生活區、辦公室或者用作第二間嘅房間；第五，向西並有充足嘅午後自然光，屋內亦都設有冷氣；第六，廚房配備歐洲品牌嘅家電，並保留咗開放嘅空間；第七，大廈設備多元化，而單位亦都包括咗1個嘅地下停車位。為咗幫助你更好了解呢個空間嘅潛力，我哋仲準備咗一啲虛擬樣板嘅圖片，展示咗不同嘅設計風格同埋家具擺放嘅方式。呢啲圖片僅供參考，但它們確實突顯咗呢套住宅嘅多功能性。我哋亦都準備咗 Matterport 3D 導航同埋詳細嘅平面圖，方便你隨時隨地了解呢個單位嘅空間同埋佈局。呢個單位最吸引你嘅係邊一個賣點呢？歡迎喺下邊留言話俾我知。呢個單位咧適合首次置業人士、單身專業人士、年輕夫婦以及喺家工作嘅人士，尤其係重視交通便利、容易打理同埋靈活空間嘅市區買家。優越嘅位置、完善交通同埋豐富嘅生活配套，對投資者嚟講亦都相當吸引。如果你對呢一個單位有興趣，想安排私人參觀、索取完整嘅樓盤資料、Matterport 3D 嘅導航或者平面圖，歡迎隨時聯絡我。我係溫哥華專業嘅房地產顧問 Lotus Yuen Remax Quest Realty。如果你覺得今次嘅影片對你有幫助，了解更多關於呢個單位嘅信息，記得 Like、Subscribe 同埋 Comment， 同時分享俾你身邊有需要嘅朋友。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